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九月7号夜新闻》，我是嘉豪。今日新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昨下晡花莲落大雨，目前铁路是开放东干线，也那苏花公路是继续管制。有一台吉普过骑兵车，一个爸爸，一个囡仔死亡。郭文德牵涉到经发射案件防收押，伊的律师团表示，郭文德不被控告，希望检察官利用这2个月时间，把代志查清楚。有民众收到高雄路的小天使家园寄来的月饼，不过这小天使表示讲，伊无寄，也呼吁民众先卖食，先报警察。讲到昨下晡，这花莲落大雨，造成公路、铁路断气。目前经过抢修，已经有恢复这东干线通车，也那苏花公路是依次关制开放。不过讲到这阵雨呢，也和这万影响的这个青松溪水柜是涨起来。迄当时有8台车，21个人伫遐耍，其中1台日本呢要过溪时阵摔来冰车，这车顶的爸爸含2岁囡仔，互大水冲走。老爸遗体伫昨暗有找到，也那搜救队呢伫早起也找到囡仔遗体，其他19人顺利救出来。搜救人员出动50人，沿河道往出海口来找人。接到民众报案，讲有1台吉普车伫渡过时阵冰车，车顶一对白仔囝下落不明。下午下大雨要看天有暗，即使是下午天快暗的时候，我们就离开了，因为它会溪水暴涨。家属伫面试发文讲，司机连到这对白仔囝，车尾下晡5点，伫花莲的青松溪冰车，2个人拢互溪水冲走。31岁4年的老爸遗体伫迄暗10点找到，搜救队是继续搜查，也伫车到暂时10点外发现2岁囡仔已经明显死亡。家属知道消息了后，悲伤大哭。水闸门那边疑似有那个声音，所以我们救难人员马上前来将孩童就是拉起，发现的位置离他父亲的定位点大约300公尺左右。经查本案未申请入山许可经签署以后一样未撤离，然后发生一些事故的话，我们就会依相关的法令来裁罚。甲因斗阵的也有另外7台车，19人也掉伫山坡，经过同期海来协助，已经全部拢救起来。不过警方调查，事故地点是伫花莲万影乡的辅导会矿区产业道路，必须申请才好到入山。尽管原经检判，这民众只是落去溪仔内底耍水，不过耍水的范围已经伫管制区内底，目前并无接到相关的申请，拄到熊熊来的大雨，造成不幸的事故。另外，苏花公路往北从德到惠德崩坑，拢有路桥崩线情形。侧边午后大雨，那造成溪水涨起来，铁公路运输也中断。经过透明抢修，苏花公路管制开放，单线双向通行。代替也伫车到早时6点恢复东部干线通车。2成的手续费合理吗？就我们是希望说赶快回到台北，因为也有工作上的需求，对，所以就没关系。现在过不去怎么办？都等啊，等时间啊，还好。那像苏花公路每次遇大雨就瘫啊，你们会不会觉得很麻烦？天灾啊，对啊，就是这样，麻烦啊。公路局准备拼7下晡5点开放双向加暗时通行，也有坐火车旅客买南回车票，才佫转盘高铁。不过进路抢通了后，想要改坐北回线上北，总共收2成的手续费。对这退票问题，代替回应讲会佫建议来对民众上公平的方式。记者综合报道。咱关心来关心天气，未来1礼拜呢，受到这低气压的影响，台湾各地头的天气拢无讲介稳定。加上目前呢，这太平洋海面上有一个热带低气压，虽然结做风台几率无大，不过这拜5、拜6wat近台湾，到时阵也会落大雨。日头有够大，真侪民众行伫路里是哪行哪美日头。不过，这种烧热的好天就要结束啊！气象署表示，未来1礼拜受到低气压的影响，台湾各地天气拢真无稳定，提醒民众过昼了后要注意西北风，也是短时间闪大雨的状况。每一天下午可能都会有一些短延时强降雨的发生。到了礼拜3，低压会逐渐的远离，以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形情为主。礼拜4、礼拜5，东边的水汽会再度的移入。今仔未来是毋是还有风台形成？气象署表示，目前太平洋的海面上有一个低气压，预估拜5、拜6会上接近台湾，到时阵会为台湾带来大量的雨势。不过要形成风台的几率是无大。我们目前还是认为它要发展的几率是比较低的不过我们还是不排除，所以未来这一个低压系统它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天气在周末
周末的时候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天气，可能会稍微再转差一些些。气象署提醒，拜一中南部地区过昼了后，可能会出现短时间的闪大雨、强降雨的状况，提醒中南部的民众要注意水沟啊敢有通排水的状况，嘛要留意海边啊有大涌发生，提醒民众唔通挖近海边啊，避免危险发生。记者陈阿选、谢桂林台北报道。今仔日早起呢，有一台小型巴士经过台北市基隆路地下道时阵，因为超过着这限制高度去弄到顶悬，闸风玻璃也碎破去，造成这驾驶和2名乘客受伤，拢随送病院治疗。对这个画面，咱当看到讲，这台小型巴士入去地下道了后，就卡伫遐。警方就表示讲，这现场的驾驶无注意到这地下道有限制高度2公尺，才去弄到。那这车甲顶悬规个落去，闸风玻璃也破去，甚至去碰到后壁骑奥多拜民众。这驾驶呢也就这达实认，不过这事故原因阁需要调查。前台北市长郭文德牵涉到经华社案件，已经放收5天了。郭文德的律师团队今日表示讲，郭文德无被控告，理由是无被何这法院来为难，希望检察官利用这2个月羁押时间，甲代志查核清楚。另外，北检今仔日中昼呢，也提审同一案的被告申庆经，今仔日也翕到伊是坐轮椅入去拘留室。他身体状况还好吗？有什么时候要上告吗？透早看守所经过律师了后，郭文德规定律师团面对提问无正面回应。随后律师团发联合声明，指出郭文德捌向法官表示无愿意互法院为难，然后羁押被控告，希望检察官伫2个月羁押期内尽调查义务，会尽力配合调查。继律师了后，郭文德维持原本想法，所以尊重董事长意愿，未去控告。对于他接下来所面临到的状况，柯文哲主席其实了然于胸。因为他很清楚的知道，赖清德政府是绝对不会放过他的。主席身体还好吗？北检中道随有动作，头一摆提审共案被告为经集团主席申庆经，看伊续续坐伫轮椅顶，伫法警协助之下进入拘留室，佮传出侦办团队有金流高手之称的检察官陈敏金加入，以厘清专案金流。也毋过郭文特家后，陈培基伫民众党全国宣讲上强调，警方上按郭文特唔再进行，个市长家中是由专案经理人，也就是前副市长裴金生替代。他指派的专案经理人同意的，那帮他盖的市长的假章。请问他犯了什么图利罪？我不评，我一定要帮他一起讨回这个公道。好像把柯文哲的责任撇得一干二净，但请陈佩琪不要忘记了，你老公是当了2届台北市长的人，他盖过的章必须要负起完全的政治责任。郭文泰方基生出。案法案有网友对此不满，所以伫 PTT 写要提法官甲检察官等恐吓的字。警方协调了后，2点钟内找出留言者是住伫新北市新庄的48岁姓杨查某人，讲是一时手机所写的。讯后依违反恐吓罪嫌，移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有媒体报道，检方查考郭文特随身碟中记事本，标注因我控申庆经等文字，引起外界质疑，违反侦查不公开。北检查到也主动分他治案，调查甲有相关人员涉及不法。记者综合报道。东电水利署中华管理处方别讲，今年6月即举办水利小组联席会议，开80多车人客。外界质疑讲，这就是伫咧白条啊卡，经费无照规定便预算核销，是用这小组长的经费也无符合规定。不过管理处强调，一切拢是合法的。众人伫餐厅内底咧食到，达到都坐甲甜。这是农水署中华管理处伫今年6月举办庆祝水利节甲小组长联席会议。也毋过有人说亚康讲，迄当阵来真侪地方的大角色，也佫有正常名流，那亲像是咧顾条啊卡。迄当阵参与的人是出面化缘往。农田水利管理处甲咱乡镇来讲嘛，足密切，因为咱一寡农路排水沟吼，集水沟这嘛，真正是爱拜托水利部门甲咱协助咧处理。这是一个例行的这个活动吼，利用这个机会做一个表扬这个水利有关人员。我想迄个部分应该是属于真正常的一个公务活动。
亚康的人指出，迄天来15台游览车载小组长甲干部来到遮食倒，所经的餐厅嘛无介绍。迄天一道8000块开80地，餐费就要64万，佮加上游览车甲舞台的布置，经费差不多要83万。这笔钱照规定需要编预算，照科目来执行，也毋过实际上煞是用小组长的经费，无符合规定。农水署中华管理处也提出记录报告，强调迄天拢有照厅师开会。那我们前面有将近2个小时的部分是在进行所谓的业务宣导跟小组联席会议，这个才是这个活动最大的一个主轴哈，并不是餐叙这个部分。所以我觉得用吃吃喝喝来说我们同仁这样，其实我觉得是不公平的。农水署中华管理处表示，迄天经费所用的科目拢是分别照预算的科目来付，场地嘛有经过合法的招标。也那农业部是透过声明表示，针对经费是安怎开会进行了解，确认敢有符合相关的规定。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北市的中山区有一间由国防部委托民间去经营的非营利幼稚园，去年逼出有2名教保官涉嫌虐待囡仔案件。经过这检方的侦办，发现上报有4个囡仔受害，今仔日依照妨害诱动发育等罪嫌，甲2名教保官提起公诉。台北市教育局调查了后，也发现有另外2名教保官有迄款不当管教的情形。伫YouTube顶悬打一寡上课情形，前总统蔡英文嘛捌亲身访视。这间幼儿园伫台北市中山，由国防部委托民间经营。去年野出儿童虐待事件，经过检方侦查了后，查到依照妨害诱动发育等罪嫌起诉2个教保官。审讯正信被告涉嫌儿虐案件，于今日侦查终结，依涉犯刑法妨害幼童发育及强制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检方调查，2个教保员带幼幼班，因为细汉囡仔食饭啉水慢，也是一直靠这原因，毋但强制囡仔啉水硬甲饲，佮用加大黏囡仔的喙、手、骹，佮无缘无故甲站甲踢拍头，行为已经超过合法的管教范围。批评教保员无顾囡仔的身心发展，对4个敢若2岁外的囡仔有身体甲精神的虐待，互囡仔因为安尼出现创伤后压力症候群、适应障碍症这病症。针对园所的相关人员有没有知悉未通报的部分，我们也另案起了一个调查小组去做调查。那也依法裁罚当时的园长6万元罚款，还有其他知悉未报3名教职员各3万元罚款。除了2个教保员各互人罚60万，终身袂使教人以外，台北教育局阁展开调查，发现园方其他同仁有知影情况无报的情形，甚至阁来追查，阁查出另外2个教保员嘛牵涉到不当管教甲体罚。依照政府的轻重，罚2年袂使阁教人，也是受相关的课程辅导。因为其实1对多的一个照顾，老师在辅导的行为上面是必须要有技巧的。因此我们在近期的这些儿虐案件来看到呢，其实老师都挺缺乏这个所谓的正向辅导跟管教的一个经验。为防止这种的事件，监管基金会建议老师的培育要强化教保员正向辅导管教能力，园长这个管理阶层监督管理嘛要加强，无应该隐瞒无报，见在代志变严重。记者综合报道。高雄路德的小天使家园是收容囡仔的社福机构，不过顶礼拜有民众甚至有网友讲因收到因寄出来月饼礼盒。即马这小天使家园是解说讲因无寄礼盒，也请民众赶紧去报警察，这礼盒暂且歹食。提醒观众朋友，这来路不明的包裹唔通收，也唔通纳钱，上好是赶紧卡这反诈骗专线求证。对不起，您所拨的电话号码是空号。靠包裹顶悬留的手机号码是语信箱，无免寄来包裹，互收件民众真意外。顶礼拜开始，高雄陆续民众收到写社福机构小天使家园的地址的包裹，不过人名电话拢甲机构无关系。不确定他是不是就是随便写一个地址，然后刚好写到我们的。对，所以我们就是只能就是告诉所有的民众说，那个我们没有寄包裹，我们也没有卖包裹，也没有卖月饼，所以就是请大家不要上当，就是不要去做任何可能损失财物的一些行为。小林山2个民众伫问，有网友分享同款的经验，专门收用失忆拄着变故的婴幼儿小天使家园表示，机构虽然有款务，但过毋是庇护工厂，无寄任何月饼的礼盒仔。收到包裹的民众嘛，毋是机构的捐款人。过往依未接获4类案件，有关动机将进一步侦处查明。当你接到可疑的电话，或是收到可疑的包裹，
请勿进行任何动作，并立即拨打165诈骗专线寻求协助。机构买回地址去人偷用去，提醒民众提高警觉。警方是开始查明寄件这个人伊的目的，因为包裹干那啲鸭仔甲英文字条啊，无任何网络的连接，国家寄予民众爱家己负担运费，互人无了解是啥原因。最近因为诈骗真济，警方提醒民众接到可疑的电话包裹，唔通进行任何动作，直接卡诈骗专线寻求协助。若是有回交付钱的商品，嘛爱详细确认，唔通随便提供个资予身份人，也是不明的连结。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中秋是伫要到啊，台北市卫生局今仔日公布中秋食品的抽检结果，所有7件产品无合格，这内面也包括着真出名的饼店，卫生局也依法介处罚。这间伫台北市北投连锁的饭店，米格烘焙坊北投的店面，去卫生局稽查发现讲，因店面咧卖月饼、好奇蚵仔，去用验到违规掺防腐剂、几日牺牲。已经要求爱随落市，袂当搁卖。我们的芋头馅也是跟厂商进货，那这部分我们有跟厂商求证，那我们现在呢也送去检验，然后目前的芋头馅是全数下架。如果长期过量使用的话呢，就会损害到我们的肝肾的一个功能，那也可能会让食欲变差，影响健康。即马中秋就要到啊，市面上的月饼是800款，不过月饼是高油脂、高热量、甲高糖分的食品，千万都唔通食了过多。营养师提醒，那以一粒50公克的内增素来讲，都240大卡的热量，等于是半碗饭甲3汤匙的油。尤其是糖尿病患者，月饼一天上济敢来当食一粒，而且袂当当做正饭来食。糖尿病病友呢，中秋节期间建议的月饼分量，希望一天不要超过1颗为主。那至于有很多种口味，你同时想要做选择怎么办？会建议你把它切小块，跟你的亲朋好友做一个分享。另外，卫生局嘛公布5件标示无合格的产品，包括无照规定，甲成分为上济到上少来标示，或者是无标示食品的过敏原、保存的日期等等。其中真出名的店是芋堂，甲会向银行来所等等，拢去用查到违规，会依法罚3万至300万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要针对委内瑞拉7月总统大选的结果，提出积极的反对派总统候选人贡萨雷兹去向政府发布通缉。即摆有风声讲，伊人已经坐西班牙的军机离开委内瑞拉，这西班牙政府会提供政治庇护。反对派总统候选人贡萨雷兹查某囝卡罗莱纳车被法人看到为西班牙首都马德里郊区任瑞荣爱多兹空军基地赛车离开，最后阁向一名支持者下手，这名支持者认为现任总统马杜罗是独裁者。西班牙外交部了后发声明证实贡萨雷兹佮太太在进前到登到基地。Quería informarles que hoy en horas de la mañana llegué a Madrid. Mi salida de Caracas estuvo rodeada de episodios de presiones, coacciones y amenazas de no permitir mi salida. 75岁贡萨雷兹7月总统大选挑战马杜罗，对选举结果提出意见，讲家己才是合法的赢人。为国检方对伊发通缉，已经在国内避1个月，伊阁向西班牙寻求政治庇护核准。委内瑞拉检察总长萨博表示，为确保政治和平，贡萨雷兹自愿去西班牙驻卡拉卡斯大使馆寻求庇护。不过西班牙外交部表示，无甲委内瑞拉政府就安尼接触，会提供贡萨雷兹的庇护是因为马德里当局低调守护委内瑞拉人的政治权利。Los gobiernos de España y Venezuela acordaron que significó su despedida, ¿no? En la pista del aeropuerto de Maiquetía, aquí en Caracas, y lágrimas a espectadores inocentes. Que tuvo una actriz secundaria que hizo el papel de villana. 贡萨雷兹是接替政府任期的反对派领袖马查多上任。马查多捌向93%得票率赢初选，不过遭到反映以贪腐罪名禁止担任公职15年。这摆大选，反对派表示有证据显示贡萨雷兹赢67%的选票，不过委内瑞拉选举机关表示系统遭网络攻击，无法度提供大选结果详细数字。观察家表示无证据显示发生过同款的攻击。公视新闻恩文玲报道。
今年伫亚洲上海强的风台无结扫过中国海南岛和菲律宾，伊继续往西去到越南，影响到当地，造成真严重灾情。这无结的扫过下龙湾海防也有河内，当地若失电通讯拢断机，4家也拢伫咧做大水。目前尚无有59个人死亡，200多人受伤。狂风大雨侵蚀了后，停伫花边的船只拢做一堆，有的已经是半沉的状态。船头家赶来抢救也会当用的器材，路边的厝也雨风吹甲规个壁倒去，缀着停伫内底机车顶。今年亚洲上强烈的风台摩羯，伫中国海南岛甲菲律宾侵蚀了后，往西直接为越南去，受影響嘅下龍灣災害慘重。Cảm nhận là một đợt bão to nhất từ trước đến nay khi đến Hạ Long. Nhà hàng thì phải chịu thiệt hại như là dụng hết các biển tên nhà hàng. 摩羯省等北越地區位下龍灣到海防市河內市，經過15點鐘的狂風大雨，然後加上沙巴市發生山崩，土石流帶掉4間厝，造成至少6個人死亡。越南海防大上會表示，當地停電佮失去通訊，市區真濟所在路樹溪道也是連根攏辦起來，有一寡所在積水攏壓不提。Khu vực xung quanh này thì em nghĩ là nó tổn thất của người dân quá nặng nề, bay tất cả mái nước bay hết, trần sập hết. Mà nếu mà khắc phục được cũng phải tầm 3-4 năm, bởi vì là nó thiệt hại quá lớn. Anh nhìn lên đường xá trông như ngày tận thế vậy. 摩羯是越南最近30年來所遇到上強風台，當地死亡人數繼續升懸，也有超過200人受傷。隨着風台向西掃動，雖然已經減弱咗熱帶性低氣壓，也毋過當地猶原面臨大水加水崩山風險。廣視新聞地會林朋友。氣候變遷影響到這歐洲的自然環境，英國蘇格蘭各地本地攏是西的斯芬克斯呢，已經是連續4年西攏佇咧揚。專家也警告講，若陣這氣候繼續暖化，未來各地揚、各地的西全部攏會消失去。那這波蘭的溪流攏無水，全國上界長的河，佇首都地區水位敢若29公分深爾，嚴重影響到農業也有經濟活動。英國今年熱天，高溫天氣真大，北部蘇格蘭各地較早規年冬天攏積雪情形，可能連續第4年揚起。這片被叫做斯芬克斯的積雪，位於大約1296公尺的英國第3高峰布雷里亞，是冰河時期留下產物。記錄顯示，這片積雪上長的才達到200公尺。北規年冬天雪攏未揚起，也毋過地球暖化嚴重，過去20年揚起的情形愈來愈接。It now measures 5 meters by 5 meters by about a metre of depth, and it's far smaller for the time of year than I would expect it to see. I don't think it's got much more than 2-3 weeks left in it. If it stays cold, then it might last to the end of the month, but realistically, it's going to melt. 每年7月對蘇格蘭各地調查顯示，今年的積雪量是50年來第3低。1977年7月8有一天將近3000擺落雪記錄，研究研究員在今年7月初1敢若記錄到90擺落雪。專家警告，氣候變遷的造成未來各地積雪是完全消失，增加雪崩亂這個機會。另外來看一下，活一個波羅的海波蘭，全國有70趴的河川正面臨枯乾情形，當地上長的河流維斯杜拉河。水位可能在未來幾天創下新低紀錄。研究機構講，由冬天氣溫升懸，落雪甲落雨情形減少，河流水位因素下降。主要原因就是氣候變遷造成的。Temperatura, która jest teraz, taka ta średnia, ale również w okresach letnich, jest taka sama jak około 50 lat temu, na przykład w północnych częściach Włoch, albo na przykład na Nizinie Węgierskiej, czy w Słowenii. 维斯杜拉河流域面積佔波蘭國土的2/3。到9月初6，維斯杜拉在華沙地區水位已經下降到29公分，這要比2015年所記錄的20公分。繼續這年嘅水位嘅影響水利發展、農業經濟甲運輸等。廣視新聞牛間編譯。國
福州畅水南关兴南海群号照规定，伫咧114年11月要交南，不过也传出讲，这海群号有70项检测也未通过检测。另外，7只畅水南也会分做3阶段来做，按算就要投入2840亿。这部分的海军是无另外做说明。不过专家分析讲，因为这美国对台军售将可能会提早交货，钱就要先纳出去，致使着咱的畅水南计划才有可能会做调整。所以我们一致把西烧潜水艇的这个预算、这个工时都摆在同一个计划里面。故作江南7只后手南下份14年编列2840亿建造，行政院长杜英台真心中要就关心，也毋过却传出当日瓦港测试的原兴南海群号有70项测试无过，加上关心7只后手南分3阶段丢建的顺序，3+2+2可能改做2+3+2，高南的时点敢是有变数，外界关注。322改成232呢？那有预算编列的考量，有付款高峰期预算的调度，以及施工当中后续件提升这些考量。海军强调，原兴南海群号会移用伫114年11月交南。后手南共款维持分3批调协，也毋过无正式批次生产顺序敢是有变动。专家分析，当日进行的军事投资案正伫付款高峰，加上美国军售，那山寨进度超前，爱配合提前付款，上可能受到冲击就是国产武器装备建案加量产规划，尤其各座江南案上受关注。最后面的25%呢，还投资的话就包含采购新的武器装备哦。那如果说了哈，今天海军的预算采购的预算增加，那通常会压缩到陆空军的预算哦，这个没办法，因为这个要压缩。明年度国防预算编列4760亿，加计特别预算加基金，达到6470亿，比今年增加400亿以上。其中军事投资增加203亿，也毋过多数用伫过去延迟给付的军售费用大加提醒。那美国真正提前交货，咱国原先编列的接种进度敢是无够，敢有接受相关训练会是重点，接种进度要得到才会当发挥效力。记者综合报道。第79届联合国大会明仔载伫咧美国纽约举行，着民间团体讲，中国对联合国大会第27500号决议解读草案，主张中国有台湾的主权，因今年搁再写公开批，予联合国秘书长，要求针对这27500号决议举办听证会，也呼吁国际社会呢，就要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UN for Taiwan。UN for Taiwan。第79届联合国大会7月要伫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开机。民间团体台湾联合国协进会，逐年拢会组成 UN 宣达团，诉求台湾加入联合国。今年协进会写批予联合国秘书长，要求召开针对联合国大会27500号决议的讨论听证会。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到美国传播2758法案这个 resolution 和台湾无关的。台湾应该要加入联合国，这是主要的目的。协进会表示，中国长期错误解读27500号决议，主张中国有台湾的主权。但是协进会讲，27500号决议并无讲到台湾，也无决定台湾的定位。因除了要求联合国召开听证会，也希望台湾各部会要有行动。联合国正式开会的时候，我们的外交部呢，能够正式的由外交部的部长韩明写信给所有的联合国的成员跟他们的观察员，表达我们台湾人民支持用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朝野的共同声明说，台湾人民，我们代表台湾最高的民意立法院，希望台湾人民能够加入联合国。UN 宣达团拜四就会出发前往美国，除了会针对27500号决议召开记者会、举办游行，也会参美国前国务卿 Pompeo， 还有其他国际关系学者共同参加论坛讨论，提悬台湾伫国际社会甲联合国的连结度。记者讲张俊由台北报道。受到顶礼拜5这美股带来影响，台股一开盘就大落，盘中捌落超过500点，台积电也落超过900块，收伫咧899块。今日台股是落290点，收伫咧21144点。今年下半年呢，这美国经济无变好，消费可能就袂跌。就这经济学者认为讲，这上届歹情形可能是也未渡过去。
台股车价开盘大浪，盘中落价幅度捌超过500点，指数上加来到20,922点，总场浪290点，收跌21,144点，成交量是3024亿。台积电股价失守900块，盘中最低来到891块，收跌899块，落19块，期待失去差不多4927亿。三大法人卖超金额531.57亿，外资提走超过501亿。分析师指出，受到美股车拉大浪受污，市场信心不足，拖累到台股表现。上周五呢，美股跌的比较多的情况之下，外资它会被动调节在海外的一个投资部位啊，那这其中呢，当然就包含台股。那调节的对象一定是全值型的股票。若是 iPhone 16新机伫要上市，大厂供应链概念股可能起价。分析师认为，爱搁进一步观察新机伫消费市场的反应。整体来讲，市场观察的气氛较重，短期内大盘指数拢会来回修正。经济学者分析，美国最新就业数据显示，下半年经济较软，而且家庭支出的缩减，安尼会影响消费，对咱国出口表现会是利空的消息。最糟糕的情况未必已经出现了哈，就是因为下半年美国经济如果不好的话，那在消费端对各种 AI 产品的这个需求有可能会下降，那这个会进一步影响到这些相关企业他们的营收跟获利啦。学者认为 AI 无热起来，加美国消费市场较软，这是未来台股两大变数甲忧虑。将来联准会降低利息的幅度，会影响股市的表现。记者综合报道。内政部公布，这税厝市场统计资料，6都租金的中位数，这新北市已经来到12600，全台湾上介悬。不过，若准以这行政区来分呢，依然是台北上山上贵，租金的中位数来到15500。第二坎则是这新北的蘆洲、五股、十指甲南口，租金的中位数拢有15000块。专家认为，讲这新北市这几年呢，这捷运的路线愈来愈完整，刷入来人口也变多，才会带动这租金起悬。新北市蘆洲运动中心附近拢是新大楼，市区位除了幼儿园、餐厅，也有便利商店、生活机能便利。当地租金行情一直起，以这个位置21楼的29平徛价物件为例，2房2厅贵租3万6。为外地住伫蘆洲的叶先生，原本想要细厝，最后决定直接买厝。原本是考虑租啦，可是后来因为这租金，其实对于新北来说，泸州大概又涨了，从以前看有到15000到现在25000、3万的都有。新北市很多地方房价都上涨，泸州这边也是。对。内政部根据到今年3月30日由原有号的租金补贴租约资料进行统计分析，那以中位数来看，6都中以新北市12600第一，超过台北市12005。桃园一盘是第3，基础意思是台中8000，高雄7500，台南市6500。进一步以行政区分析，北市上山区中位数15500上悬，新北市蘆洲、五股、汐止、南口拢是15000，并列第2。专家分析，新北市最近几年新建案多，租金相对较悬，加上部分区域是新开发，需求就会更较大。新北有一些区域，因为整体的升级跟发展的关系，会带入了一些新的外地人口、新的公司聚集的区域。那自然而然的话，它在周边的需求带动之下，也会让这个租金的行情呈现一个相对比较强势的表现。部分它可能所得较高，或者是县市上它的因为受限于他们的那个一些限制，它可能没有来，就是没办法申请。可是这个就样本数来讲，它其实已经蛮足够的。对于外界质疑，统计是以租金补贴资料进行统计，无申请租金补贴的租金可能会更较悬。内政部表示，因为统计资料有47.8万笔，也包括全国大约8城辖定市区，大家甲市场行情符合，希望会当互租金资讯更较透明。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花东旅游自由行补助方案，这花莲是延长到11月，台东只有到9月底尔。那台东县目前计共有1亿5000万的旅游补助，敢若使用4成尔。对业者推出讲，这台东在地民众住房只要1000块的补助方案，也煞引起争议。县政府表示讲，这款的做法无违反规定。交通部补助台东县旅游住宿每房1000，也毋过台东县的观光业者感受到，也是比往年的业绩落得的一半。而且台东县的观光补助只到9月底为止。即马有2间饭店业者推出台东人也会当使用旅游补助的促销方案，拜一到拜四2个人住宿每人开免1000，而且包括早饭，甚至有一间饭店连暗顿拢提供。有民众认为就吸引力，也毋过也有民众认为毋是假日袂去。
非常的划算，我们家人就是有呼朋唤友，就是订了好几间这样子。小孩子就只有周末才有休假，你推到1到4，家长不可能放小孩子自己在家。有关有关业指期，这种做法有损政府补助的好意，也毋过官府表示，业者的做法目前无违反规定。这叫做杀鸡取卵。那目前台东使用的额度大概到40%，那所以辖内的饭店业者也针对这样的状况，针对于还没有使用过补助方案的旅客们，推出了特惠的方案。补助是到9月底嘛，那目前不知道是否要继续再做延长。好，那我们的主要目的也是刺激大家多多出来消费。业者澄清这项做法符合规范，希望让偏向台东民众免到外县市，就会当享受到都市大饭店的旅游服务。不过也是希望中央对台东的补助，会当甲花莲同款延长到11月。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唔那这电钱面上有品有起价，连这个机能检定考试费用也要做调整，因为这原物料材料费拢受到大环境影响，成本拢有增加。劳动部拍算要调整这轿车收户顶交的这类的术科费用，要起50块到480块不等，上紧明年1月施行。起头老师先拆掉，再去北林啊兼甲区上北落来。高级老师等咧训练学生考试的项目，学校鼓励学生去考专业证照，帮助未来就业。不过伫咧逐项起的大环境之下，即摆连机能检定的考试费嘛未减值，超过10几档无调整的检定费用。即阵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拍算要部分起价，从基础练啊开始，换练配啊，搁有迄个练琴，然后传动系统啊，应用遐个物件拢是以后就会学着，以后咱就是要考证照。大概偌济即个部分你感觉会当接受？差不多超过300块就出小贵啊。每一项的价钱拢无共款，我是觉得如果是起伤济的话，安尼就无差。目前机能检定拢总有258个职类级别，这3档来平均有1万人报考。劳法署要调整9个职类，其中车辆涂装、土雷水管配管、汽车修护甲车床，调整费用对50块到480块拢有，整体起8.8%。有学校认为考检定费用难免会调整，因建议当针对无共报名的身份收无共费用，嘛通说奖励金来鼓励学生。当时有材料费，有当其他的费用爱交。所以嘛是一点足大的负担，所以如果讲互因分开社会的人士甲学生诶缴费补助上面有一些区隔，这当然是最好的。应检的时候需要一些基本的材料，相关的费用都已经大幅调涨了。这几年其实物价变动的很大，经过检视，还有我们依照规费法的规定，我们做部分的调整。劳法署指出，即摆是预考期，上紧明年1月才会实行调整费用，因此今年报名检定的考生并未受到影响。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金门县议长洪文典防指控讲，要求议会员工呢，就要替摒厝内用公有地起交台所，着议员提案罢免。再去进行投票，不过只有8个议员出席，6个人签到，人数无够流会，这罢免案无成立。那照规定呢，伫即届议长的任期内，袂当搁再提出罢免，所以这洪文典也是度过即届的罢免危机。金门县议员陆续行一笔技术厅签名。金门县议会初9早起9点半，针对国民党籍议长洪文典进行罢免投票。照规定，爱议员总额超过半数出席，甲出席总人数2/3同意罢免才能过关。不过最后19席议员只有8人出席，6人完成签到，技术性流会，罢免案未成立。签名簿上只有6位，所以因为未达我们法定的开会人数的实席，所以我们就宣布流会。回顾洪文典争议事件，今年6月，伊被指控要求议会员工到违建的个人交台所摒扫，影片伫网络流传。不过，县议员蔡水游就主计质询这案件时阵，所发生议会直播的画面登记，涉嫌要求议会员工开公务车接送洪太太，涉嫌威胁禁止开除员工，被控违法技术中立，甲洪太太涉嫌干预会部运作等等。好像他们都已经弄好了，我不知道，我没被瞧，所以我签名。但是罢免案我们是事出有因的尊重每个议员的选择，只有是非没有对错。
包含欧阳基雄、周祖健、蔡水游、吴培云、洪胜发、科学招等6个机关完成签读，柯大宏超时签名，东新堡人教部签名，照地方制度法。这一届议长任期内，免阁对洪粉店提罢免，因讲是洪粉店度过罢免的危机。两方应该找个时间，或许坐下来沟通协调一下，就是说以后议事要怎么运作会比较顺畅。洪粉店是金门史上唯一的联邦议长，也是台湾地方制度法实施以来第一位被发起罢免成案的议长。不过，洪粉店自2019年多办行为，要伫基隆河公园起新基正大楼的证据，后政议员单从刚发起罢免洪粉店议员身份的人数，后来因为议会删除这个预算，才撤回这个罢免案。记者综合报道。气候的改变影响到民众生活。这去年主席的国家环境研究院，今仔日参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签 MOU， 希望在这个气候变迁时代，透过着这灾防中心长期以来数据统计，研究出应对气候变迁、极端气候的方法，提升着咱台湾的韧性。枯水的时候非常的枯水，产生的大旱；台风来的时候大水啊，让我们淹水非常的头痛。极端气候地区这几年来可旱、高温、还有大水河做大水。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统计，台湾2020年超过35度的高温天气就88天，民众愈来愈感受到气候变迁的威胁。找到国家环境研究院参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签合作备忘录，共同想办法面对气候变迁。极端气候变成了我们风越风、枯越枯的整个天气概况，所以我们要好好进行这些应变调试的工作，将上有中央气象署所有的气象观测资料，把它转变为气象整个风险评估的冲击的推测。国家环境研究院是去年8月才正式成立的单位，其中一个任务是要正做气候变迁、环境治理等议题的智库。灾防中心长期进行灾防任务，各款希望透过灾防中心过去收集的气候数据，研究出台湾社会通面对气候变迁的方式。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他们有很好的资料库。那他们有很多在风险评估，包括灾害防救上有很多的风险地图，那这些对我们的调试的未来调试工作的运用有非常大的帮忙。国家环境研究院表示，透过灾防中心的统计资料，各款医通做出未来气候变迁的模型，而且气候变迁可能造成啥款的灾害，量早规划政策加面对的方法，也开发适应气候变迁的技术，强化国家面对气候变迁的韧性。记者郭文正最由台北报道。屏东的青城国小的南十字天文台，今年8月正式列入去国际天文台编号 P38，也成做世界头一个有国际天文台编号的小学天文台。为了要推广这天文教育，未来南十字天文台每一年会开放5个月。每礼拜有3天固定举办主题天文活动，开放的头一天是观测土星象这个特殊的星象。这个直径是4米，所以才会当徛10多个啊。学生真认真咧听理事长详解天文台的设备，咱者因准备要观察今年土星距离地球上近的土星象星象。这是青城国小南十字天文台宣布开放的头一届活动，为着要推广滨南地区天文教育，南十字天文台嘛申请加做国际天文台的成员。申请到咱的天文台编号 P38， 这是国际唯一伫个学校国小内底天文台摕到编号，这是第一例。所以咱南十字天文台是走世界第一名啦哈。它明年3月的时候它就消失。然后反会再慢慢露出来，它每15年会消失一次。屏东县天文协会理事长施世智录车超过30档，今年8月份为小学校长退休了后，接到教育处的天文台驻村计划。施世智表示，开放天文台的活动，除了平衡屏东教育资源，嘛会当甲恒春半岛遮尔好的观测条件分享给民众。恒春半岛咱遮无霾海，无空气污染，所以伊的空气天拢是蓝色的，
所以咧看的时阵足清足明的。9月份除了土车枪，还有海洋车枪、土车合轨等等的天文现象。未来南市立天文台固定伫逐礼拜5、拜六甲礼拜暗时开放，希望会当请更较侪民众行入天文台。记者邱昭阳，屏东报道。为了要让学生囡仔会当认捌到传统文化甲节日，嘉义新港月bài国小配合着台湾活力脑化推展协会，伫咧中秋进前呢，甲社区时代做伙来做月饼，抑个白油啊，希望透过脑油共用活动，照顾社区的时代，也会当培养囡仔社区关怀概念。学生囡仔甲社区的长辈做伙比赛白油啊，有的囡仔脚手较慢，社区的长辈哪教哪斗3工。台湾活力老化推展协会邀请各小的学生囡仔，陪新港乡甲鹿草乡的社区长辈提早来过中秋节。甲阿公阿嬷一起用油啊，就好耍的，会帮助我做伙。平常就讲会使去关怀别人，帮助人民的一款代志安尼。长辈对着老师的指示，一步一步来做往来所，行好了后，才阁送互大家。台湾活力老化推展协会透过社区的力量，配合学校的教育，用老友共用的活动，让每一个人拢会当用家己的力量来互社区的长辈感觉温暖。有很大的帮助，而且他们会很有成就感，所以我们社区的长辈都很喜欢参加这种活动。大家做伙来关心独居的长者，当你社区生活过程中能够跟社区一起融合。那小朋友们也一起来关心我们的长者厝边隔壁内底有独居的长者，我们都一定会关心。台湾活力老化推展协会表示，所来协同志工会伫新港甲鹿草两个乡镇，同时加强300多位独居弱势的长辈，希望伫中秋节进前结合社区来发挥关怀甲服务的力量。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今仔日是国民体育日，这柔道选手刘永伟进行这野外训练，亲身向学生囡仔小演。行政院也召开筹备体育部头一场咨询小组会议，包括李勇、曾志恩、林旭婷等各多位的这体育选手呢，拢出任这咨询委员。行政院长杜英泰指出，成立体育部是朝野共识，相关的组织法希望在立法院这个会期完成立法，并明年正式来成立。互相试探边道，把握时机出招，柔道男神游泳伟连日出现，代替大校园，亲自家己结合柔道学生进行训练。其实游泳伟也有代替代助理教授的身份。他的细节比较多，要多去学他的经验。我们希望说他在亚运的时候，可以跟上一次一样，可以拿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成绩，专注在这个选手的一个身份上面。那当然有空的话，还是希望他可以指导一些这些学弟学妹。有时候我们讲的。教学相长。老本店教练表示，游泳会真熟悉代替代环境，所以定来进行野外训练。目前游泳会已经开始备战2026的美国奥亚运，将目标放伫卫冕金牌。伫9月初9国民体育日之日，行政院也召开筹备体育部的头一场咨询小组会议，包括李勇、曾志恩、林旭婷等体育选手拢出任咨询委员，各由行政院长杜英泰一一颁发聘书。全民运动，未来的国际竞技。以及未来的运动产业，必须是全新的体育及运动发展部里面很重要的精神。总在内对今天的咨询小组都非常非常的重视，我们也都希望能够在尽快的时间内来看到、来听到我们咨询小组对政府的提出的种种的建议。杜英泰指出，成立体育部是朝野共识，相关的组织法希望伫立法院这个会期完成立法，并明年正式运作。希望47位主委提供建言，落实伫全新的体育部。记者综合报道。去到美国职棒道奇队拍球的日本球星大谷翔平，礼拜和守护者比赛时阵，讲出这季第46支红木朗拿到并个人高一季上届好的纪录，而且这46支红木朗46个投走率的成绩，也正做大联盟有史以来头一个。伫这场道奇甲守护者战局中，大谷翔平第5局下半球把了攻出去，攻出右外野1分全垒打。It's fair and gone。大谷当场小停落来，小看一个卡林球飞过全垒打壁，才真欢喜开始跑垒。46 and 46 for Shohei Ohtani。
大谷这球唔拿讲出球速116.7英里，飞行距离450英尺好成绩，也咧变家己2021年伫天赛队所创下的单季攻出46支全垒打纪录。虽然第三局伫一垒进前，互投手牵制出球，挑战盗垒失败，但佮攻出40支全垒打加46摆盗垒成功，已经创下大联盟纪录，2050个目标更加进一步。そうですね、あんまり意識はしないようにお店をしているので、それよりは自分のいい感覚の打席を増やしたいなと思ってますし、走塁ではいけるときにしっかり進塁できれば、それが盗塁じゃなかったとしても、タッチアップだとしてもしっかりと進塁する意識は持ちたいなと思ってます。大谷伫比赛了后讲，家己只是专心比赛，希望替球队赢球。比赛攻出全垒打了后，个人团队气势就有起来，最终道奇以4-0拍败守护者，赢得这场比赛，并且伫系列战以2胜1败取得领先。全大联盟例行赛敢若剩大约12拍的赛程，大谷新创造创造更加多惊奇，球迷拢伫等待。公视新闻张慧敏编译。最近天气这变化，明仔载气象咱做伙来详细看。今日台北、桃园、新竹对26度到33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5度到33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3度。平金门马祖对27度到33度，一个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